唔該，曬了遲仔啊，遲家曬啊，因為種就係煎熟嘅，煎熟嘅曬，本來煲湯啊，本來做清水湯啊，本來做凍咖湯都可以，本來煎老蔥條煎放酒，本來醬油啊都可以。呢啲遲仔全部嘅繳費啊，本來都條條喺遲家曬嘅，係啊呢條基本上都曬乾啦，呢條係慘嘅曬嘅，已經曬到熱就 OK 啦，眼見啦，呢種唔乾啦，佢哋放酒好強啊，放酒。手滾來老蔥條煎，鮮甜；手滾來做凍咖，做清水湯，原汁原味。大家有冇試過啊？好有五味喎！啊，遲仔唔超嘅先，呢個貴隻，呢個超貴就 OK 啦。一過超貴喺唔超開始變小就唔好食啦。呢個貴隻啦，喺油脂肥，食到喺肉鮮甜，好有遲仔。條條曬到好乾上，我條曬好乾啦，我曬2日。如果大家中意嘅，可以連起點嘅工作人員嘅，一條唔可以打包做外賣嘅啊，嚟點試一啲，也可以外賣就可以。後來放好放喺邊上嘅，放幾人嘅冇問題嘅。大家中意歡迎大家來遠路嘅人交流，點上啊？